Bro 咧討論緊點樣打日本仔。3個細節我覺得要注意嘅。第一個，打日本打唔打燈塔咧？嗱，以我哋而家嘅軍事實力咧，打日本真係踩死隻蟻咁簡單嘅啫。1個鐘頭內保證日本全力飽和性攻擊啊！起飛到1架飛機當我輸啦。但問題係，仆街燈塔喺日本駐軍5萬幾人喎，係燈塔海外最大規模嘅駐軍，核心係駐紮喺橫須港嘅第7艦隊列根號航母群，仲有分佈喺日本本土大大細細百幾個軍事基地。日本仔同燈塔之間又簽訂咗個日美安保條約，一旦我哋喐日本仔，理論上就會觸發同盟反擊條件，燈塔就要保護日本對我哋宣戰喎。不過講係咁講啫，你當美國佬傻㗎？同中國開片死幾多人啊？燈塔係就係全球軍事第一，但分佈喺800幾個基地咧，喺我哋地頭打，以我哋東風洲際嘅派遣速度，唔使出一兵一卒啦，你第7艦隊可以瞬間升華成為歷史啦。加上大家開片，意味住咩啊？唔會再有生意來往咯。燈塔而家咩料啫？全世界都知啦，相當於一間靠借錢頂住嘅公司，一旦同我哋經濟決裂，等於現金流斷裂，即刻爆煲啦。所以阿建國係生意人嚟嘅，點會做啲咁嘅傻事啊？再者，現代戰爭打嘅就唔係你嘅牌面，係你嘅家底。你睇俄烏就知啦，燈塔咪一個道理，周身債打條鐵咩？所以好肯定，燈塔係絕對唔會對我哋宣戰。但係有日美安保條約喎，點同日本仔交代啊？嗱，我係幫阿建國諗埋嘅，嗰條約係咁講嘅：一方受到武力攻擊嘅必要時，另一方要採取適當行動應對共同危險。啲政客就係最識玩文字遊戲嘅，何謂共同危險咧？好難界定咯。大陸打你啫，冇話打我啊嘛，我唔危險啊。關鍵仲係嗰個採取適當行動，冇規定話一定要直接軍事介入㗎。亦即係咧，嗱個情景就係咁嘅，我哋就冇桶灣灣啦，順手收埋釣魚島係嘛。咁收到嘅時候唔覺意咧，就懟冧咗日本仔幾隻軍艦嘅。咁日本仔梗係打幾火啦，一定同個主人申請出戰啊。燈塔係梗係同意嘅係嘛？燈塔係最中意代理人戰爭。你攞啫又唔係我啊，哎呀，即管衝佢老味，大佬射住你。於是咧，日本自衛隊就高興興衝過嚟打入我哋條街，咁你咪嚟攞死咩？不加一擼都未嗌出嚟，保證你全軍戰損。嗱，呢個時候燈塔唔可以唔做嘢咯喎，情面上都講唔過去啦係嘛？咁啊即刻採取適當行動啦，強烈譴責我哋，繼而吹雞，號召歐洲一齊制裁我哋，唔俾向中國出口新能源車。嗱就係咁結束咗㗎啦，一個人類最賤嘅民族，一個從來唔講信用、永遠利益當頭嘅團伙係嘛？日美安保條約就係咁上下㗎啦。實際上咧，即使我哋打到去日本本土，我賭美軍都唔會直接參戰啦，頂多咪提供下咩情報啊、裝備啊之類，係咁以支持下。烏克蘭有版你睇㗎係嘛？美國佬條命幾矜貴啊，點會幫你班咩日本仔賣命咧？你幾時見到個主人為隻狗獻身㗎？所以打日本仔咧，好大程度就係閃電收復釣魚島嚇。燈塔係大聲譴責，秋田犬係出場即 KO。萬一燈塔拉唔住隻家狗咧，日本仔夠膽用佢哋1800公里射程嘅導彈瞄準我哋長三角同珠三角，咁碌柒啦！日本仔滅族啦！呢個民族咧應該可以喺地球消失啦！我哋會提前知曉燈塔，日本本土將會接受我哋嘅全面基建，東京、橫濱、大阪、名古屋、札幌全面舊改，一定係踩到片甲不留，掘地三尺沙塵滾滾，請美軍自重啊！唔好擅自離開自己嘅軍事基地。當然，我哋都會分啲東風嘅庫存去鎖住幾個主要美軍基地嘅，包括但不僅限於第7艦隊司令部所在嘅橫須賀海軍基地、座間兵營嘅陸軍第9戰區支援司令部，以及駐日美軍司令部所在嘅橫田空軍基地。當然唔少得沖繩啊，嗰度有1萬幾人海軍陸戰隊，冇天間基地啦、岩國基地啦、漢森營，通通都會俾我哋鎖定噶。我哋強烈建議你哋咧就齋坐喺度譴責好啦，唔好喐嚟喐去喎。你知啦，個東風系統啱啱做好無耐嘅，派錯件就無謂啦。嗱，當然啦，咁樣一嚟咧，燈塔喺全世界嘅威懾力就摧毀性打擊噶啦。海外最大規模駐軍嘅地方，睇住外邊放煙花無動於衷啊！以後仲有鬼人俾你駐軍咩嘛？所以理論上咧，燈塔係肯定會提前下船，唔會俾個事態升級到呢個程度。日本呢啲咁嘅家狗冇咗，就等同啲燈塔喺東北亞收皮噶咯。燈塔點會搞到自己咁被動咧？嗱，呢一點咧，秋田犬都係咁認為嘅，所以而家咧先會咁有恃無恐啊！就係睇住大家都要就下嘛。光就不怕穿鞋啦，我就是要搞大佢，你打我啦，你打我嘛咁。我要跳出來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唔打你就俾着數我咯，兩邊都俾啊，大陸要俾係嘛，大佬你都要俾喎嚇，呢個就係真理。政治永遠係為經濟服務。嗱，當然講係咁講，都要謹防死日本仔偷襲嘅。嗱，呢個就係邦哥要講嘅第2件事啊，死日本仔嘅強項。嗱，珍珠港唔使講啦，中日甲午戰爭都係偷襲我哋嘅北海水師開始，不宣而戰，打到清政府攣晒氣嘅。日俄戰爭係照板煮碗，日本仔深知自己唔係俄國嘅對手嘅，正面借抽肯定抽唔過，於是深夜偷襲俄國駐紮喺旅順港嘅艦隊。
重創俄國嘅海軍力量，奠定咗戰爭優勢。第一個賤人玩呢招，以弱勝強咧，確實歷史係有名。所以咧，我千祈唔好以為勁過佢好多，佢就唔敢喐手。正因為我哋勁好多，死日本仔偷襲嘅可能性就更加大。只有講佢先有機會搶佔到先發優勢。你睇呢幾年已經有啲小動作㗎啦。嗱，譬如大力發展緊嘅1800公里射程嘅導彈，日本仔知道㗎嘛？打中國係唔需要洲際導彈 ，cover 到長三角同埋珠三角就夠啦。司馬超之心啊，路人皆知。你話呢隻咪撲街，一日唔將佢喺地球除名，一日我哋都瞓唔安樂嘅。嗱，最後第三點，就要吸取俄烏嘅教訓，一定要速戰速決。咪俄羅斯咁打足4年再一吃屎咁，我哋幅員遼闊係嘛？邊疆線咁長，好多搞屎棍喺身邊啊！當我哋集中晒兵力喺台海嘅時候，你話差會唔會喺後邊乘機搞嘢？所以一開打就要奠定勝局，反封鎖第一島鏈，越快鎖定其他國家就越冇趁火打劫嘅機會。早幾日加拿大開個乜 G7 外長會議，英法加美德日意呢7條乜撚樣就聯合聲明，要求我哋唔准對台動武，係咪好搞嘢？要求憑咩啊？不過喺呢件事上面，我哋一定要保持我哋嘅底線思維，亦即係無論處理灣灣定係日本，要默認燈塔同埋其他歐美國家會入局搞屎棍。嗱，於是咧更加要快狠準啦，開局係即 KO，一旦拖入消耗戰咧，會好影響民生同經濟。講到底，邊有咩台灣啊、日本仔啊、菲律賓啊，到頭嚟全部都係燈塔。呢盞嘅茄喱啡都係燈塔嘅狗嚟嘅啫嘛，燈塔嘅代理人幕後搞事嘅都係燈塔。但我哋同燈塔咧，雙方都成倉核彈啦，打就打唔起身啊！真正嘅戰場咧，其實係經濟戰爭，啲槍炮啊係擺嚟俾對方睇下嘅啫。所以各位 bro 咧，國家同國家嚟講，人同人一樣，到最後比拼嘅始終仲係實力，男兒當自強啊！同幫我一齊加油！